議會臨時會中，雖然議員將對土石風的處理困境甲都市亂島問題嚴厲要求市府檢討稽查，不過冇溫馨的表揚，因為議員陳秋平多數人林美燕甲游泳池，因為擔任民代服務期間年資攏無中斷，累積超過30天，得到內政部頒發3等專業獎章。上午由市長吳依婷代表頒獎，需要並地檢琉璃就職，並議會嘛以奉獻的匾額感謝因當年為民服務的熱情甲成效。在場官員甲議員嘛以熱烈的拍聲表達敬意。非常恭喜這個杜淑瑩議員、陳秋平議員、林美燕議員跟游龍式議員哦，因為他們過去無論是在鄉鎮代表會，或者是到我們市議會來擔任議員之後呢，他們這30年來延續性的為民服務，那在地方的口碑都是非常好。因為如果不是口碑服務好的話，也不可能連選得連任。哦，那我想他們對於，所以我們這次台南市議會送給他們的匾額，我們上面是寫奉獻。因為事實上啊，他們四位在地方的服務都是有口皆碑。那在議會的部分呢，也常常擔任起攤口的這個職務哈，所以是非常的恭喜他們。除了這4位議員超過30檔公共服務的年資備受肯定，另外議員羅坤浩雖然年資有符合，不過卻無在這擺內政部頒獎行列，議會嘛重新提報。希望擱再為台南議會加添光彩。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